今次屋主委託我哋做呢個項目嘅時候呢，有一個特定嘅要求㗎。咁因為佢平時收藏嘅物件比較多啦，除咗希望新嘅設計可以有大量嘅收納空間之外呢，佢亦都好鍾意簡約嘅設計，希望成間屋望起嚟呢可以做到一種簡潔有序嘅視覺效果。屋主亦都喺設計美學上呢有一啲特別嘅個人喜好㗎。佢自己比較本身鍾意一啲弧線啦，同埋圓形相關嘅設計元素。咁我哋同時都了解到屋主有收藏裝飾品嘅習慣。咁所以我哋就喺做設計嘅時候諗到，喺一入嚟客廳呢個搶眼位呢，設計一個大圓框，做一個特色嘅展示位置。另外就係收納量方面啦，呢一幅除咗係一面特色牆之外呢，其實佢隱藏咗另一個功能嘅，佢係一個超過7尺闊嘅收納櫃啦。除咗中間嘅圓形展示位置之外呢，其餘全部位置都可以用嚟放嘢。而窗台上面呢個位置呢，就設計成一個圓柱狀嘅收納空間，咁冇違和感之餘呢，亦都可以用盡晒所有嘅位置。去到飯廳呢一邊啦，咁為咗可以保留到簡潔利落嘅視覺效果呢，設計上刻意冇任何花巧嘅線條啦，同埋用色。我哋選擇咗用油畫放咗喺成個飯廳嘅中間，作為呢個區域嘅重心，而其餘位置咧就刻意留白，咁營造翻簡約嘅感覺。咁為咗令一入門口嘅感覺闊落一啲啦，所以新嘅設計咧就將原來嘅間隔牆拎走，改變成廚房同埋玄關區合併起嚟，變成一個大空間。當有需要煮嘢食嘅時候，大油煙咧，咁就可以將中間嘅趟門閂埋，分隔翻開廚房啦同埋客廳。喺走廊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將睡房嘅門啦同埋收納櫃咧都做咗隱藏式嘅設計，咁用上一致嘅材質咧，令到成條走廊望起嚟咧都有一種整體性嘅感覺。隱藏式嘅設計手法會一直延伸去到主人房嘅，咁同樣將收納櫃設計成牆身一樣啦，咁甚至乎將入洗手間嘅門咧都融為一體，完全感覺唔到置身於俾一排超過10尺闊嘅收納櫃包圍嘅感覺。去到小朋友嘅房呢，咁除咗利用咗窗台嘅位置做書台，咁仲有利用埋大概2.7米嘅樓底，咁將床架升高啦，下面嘅位置就可以放一啲大型嘅儲物啦。咁做到衣櫃嘅功能之外呢，其餘多出嘅位置呢，仲可以放一啲好似行李箱咁大型嘅物件。喺今次嘅作品裏面呢，除咗見到有大量嘅收納位置之外呢，我哋仲嘗試將屋主鍾意嘅植物擺設啦，同埋畫作咧，都放咗喺設計入面，比較當眼嘅位置。咁希望令到一個咁簡約嘅設計咧，望起嚟都可以加強到佢嘅獨特性。